伫咧高雄基点的体检站，今仔日是增加到5个基点。这个体检的范围对本地6000人要增加到2万人。另外，为着要防止这疫情来摊开，伫高雄地区及以上的病院，拢爱设户外呼吸道门诊。这医生甲病人看煞了后，就要随做快筛。若讲到基站的诊所的部分，是提供予病人居家快筛试剂，这体检的结果也爱同步予诊所。 最近家人朋友有没有人咳嗽感冒的状况？我女儿有咳嗽感冒吼。小港病院的医护人员伫后瓜专区替民众检疫门诊，若是来到诊所排队的民众嘛袂少，医生同款伫后瓜看病，民众要挂号摕药啊，拢有人斗3工。 高雄市府宣布扩大体检，有呼吸道症头的民众，若是来诊所看病了后，就会免费发居家快筛剂，让民众回去厝内家己体检。对了，大家的那个安全健康，我觉得是需要啊。你就不用在那么多人的地方暴露在危险之中啊，就是家里会比较安全。 不过，户外看病品质无好，医生嘛烦恼民众家己快筛敢会准确，民众敢真正会回报结果。 到底是不是这个人的快筛结果，然后他拿来给我们，甚至时间过了到底多久，这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另外，市府嘛伫基丁区增加社区体检站，伫基丁病院、福寿宫等5个所在，透早就民众甲附近港区的工作人员来排队。当地里长四界敲电话叫人赶紧来快筛。过基顶有人吊的啊，来用的看较安心嘛。 高雄目前疫情集中伫个港区，到20日下晡3点已经体检18000多人，希望莫出现第3波的社区感染。记者邓亚文、罗维哲高雄报道。